大家好，我是罗生彪，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能够增长我们的寿命、功德和财富的多劫凶灯的化身炎 Z 金泽法门。在上一期节目，我们谈到了如何设立佛坛，现在就进入正式修持金泽法门的部分。在修持开始的时候，先念诵3遍的皈依文。这里皈依的对象是宗喀巴大师，也就是上师和佛、法、僧的组合。当念诵皈依文时，观想宗喀巴大师及身边围绕着他的8大弟子在视线的高度上。初学者如果觉得这个观想很复杂，可以先观想宗喀巴大师和2位新子克主杰仁波切和迦曹杰仁波切，观想他们坐在甘丹净土酿着闪亮珠宝的法座上，父子3人面带笑容，快乐和亲切地给予加持。观想从宗喀巴大师的法座化现一道黄色的光芒，这道光代表着文殊菩萨的心事，从甘丹净土降临到你的眼前。观想灿烂明亮的大云朵，云中央有金泽，形象就像之前所描述的那样。金泽的心中有个日轮，上面有个黄色的吽字，从这个吽字散发光芒，照射到十方，邀请诸佛菩萨融入吽中。佛菩萨与金泽的本质合一，然后实实在在地呈现在你的眼前。这个时候的金泽像完整的具体表现三宝的本质，所以在金泽前所做的一切，等同于在三宝面前做的一样。这个观想中的金泽是三昧耶尊，而从宗喀巴大师法座显现的黄光芒，则是金泽的智慧尊。当这2者结合的时候，它们变成无二无别。因此，你应该相信真正的金泽智慧尊现在就在你的眼前，这是很重要的。接着，观想金泽从宗喀巴大师法座化现的那道黄色光芒连接起来，这象征着这个加持是源自宗喀巴大师的，而我们跟甘丹净土是相连的。接下来念诵4无量心。念诵4无量心的目的是要有良好的发心，希望所有修持利益个人，而且不伤害任何众生。修持4无量心的基础是每个人都想要得到快乐，然而把自己孤立起来，并不能达到真正的快乐。事实上，个人的快乐是建立在他人的快乐上，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是相互依赖生存，所以为了达到究竟的快乐，就必须培养以健全的态度来对待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和一切众生。由此可见，4无量心是培养这个健全态度的最佳做法，进而让我们对无量众生升起仁爱、慈悲、真爱和平等心。此外，修持4无量心也是对治负面心理，例如愤怒、傲慢等等的有效方法。在完成4无量心之后，接下来就是宗喀巴大师的上师瑜伽法。当按照以上的观想，也就是皈依中的描述，来念诵至少21遍的圆悲经 Miktsema 时，必须观想全能有效的金泽立体出现在我们眼前。拥有这样的信念和观想是十分重要的。宗喀巴大师是慈悲佛观自在或观世音菩萨、智慧佛文殊菩萨和力量之佛金刚手菩萨的化身，带着虔诚心意念宗喀巴大师，持诵他的心咒，观想宗喀巴大师无所不在，修持他的上师瑜伽法，能赐予我们前所未有的清安宁静，思路清晰。宗喀巴大师上师瑜伽法非常简单又完整，对现代人非常有效。宗喀巴大师上师瑜伽法：1. 迎请降临，兜率尊重护主心化现，遍至法王善会名称师，与弟子坐绕白云端上，我今诚敬祈请降临此。2.
祈请常住，面前降临诗作连与乐，至尊上师欢颜坐其上，祈请常住百节扬圣教，其作弟子信心胜福田。三、顶礼赞颂，上师智慧意念变亮之，法语誓言诸贤者之耳，名称贺耀端严光明身，敬礼见闻思皆圣至尊。四、广大供养，净水鲜花燃香供明灯，涂香种种云海诸贡品，十舍排辈以及一观者，我今承奉殊胜功德田。五、忏悔罪业，凡从无始以来所积集，身语意作诸等不善业，更曾违背三律一戒事，至心一一不善，皆忏悔。六、水洗功德，于此着事勤于文语修，断除八法，尽取暇满意，护主所作广大事业勇，弟子至心升起随喜心。七、勤转法轮，至尊上师法身虚空中，遍布汹涌智慧悲心云，祈请降述广妙法语则，以及赐予世间众生土。八、请佛注释，金刚清净光明界中起，双入轮回身虽能显隐，凡夫庸俗前显烈印象，直至娑婆有记请常住。九、普皆回向，愿以此修与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助法弘，显明至尊善慧名称师，所示佛法心要诸圣教。接下来念诵宗喀巴大师赞 Miksema， 随时随地可以念诵，越多遍越好。它能赐予观自在，也就是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和金刚手菩萨的加持。明白这辈接近建立是最美干杯王波将杯样多我马有将在三位大钢琴给杯走进宗喀巴龙山茶杯小王所望的。这个五句礼赞文的内容是：无缘大悲宝藏观世音，无垢智慧之王妙吉祥，摧灭诸魔军众秘密主，雪国圣贤顶严宗喀巴，善慧名称足谦诚祈请。接下来是观想融入，至尊根本上师仁波切，请坐我顶月座及莲台，慈悲护持行者不退转，赐予耳正三业诸加持。至尊根本上师仁波切，请坐我心月座及莲台，慈悲护持行者不退转，赐予供与不供诸成就。至尊根本上师仁波切，请坐我心月座及莲台，慈悲护持行者不退转，助于心莲治我得正悟。这就完成了宗喀巴大师的上师瑜伽法。好了，在下几期的节目，我将会给大家继续讲解金泽和他的修持法。大家如果想要学习更多佛法，可以上占都古仁波切的中文博客 www.chanromchi.com/l/cn。谢谢大家。